妹妹今日打針好嘛？講俾哥哥聽。真的嗎，爸爸？真的嗎，妹妹？好大的。最近在帮吉吉办那個入學手續，然後發現他還有一些疫苗沒有打。妹妹想去幼兒園嗎？想啊！想去打幼兒園呢，要打3支針先得去報名㗎嘛。你想去冇啦？姑姑都冇去咁咯。姑姑係咁啊，姑姑以前打5支啊。我哥哥好唔好？冇學。因為佢唔驚啊。你想去幼兒園，我哋去打3支針啦嗬？冇啊！揀有啲麻煩㗎，冇打冇得去哦。而家係先啦。打3支針。冇啊！你有冇想打3支係嘛？爸爸問問睇，打2支得唔得嗬？冇啊！打1支呢？3支打成1支吧。哭呢就打3支，一冇哭呢就打1支，好冇啦？1支都冇有。勇敢嘅小朋友係冇驚打針㗎嘛？爸爸，我打痛冇痛啊？打針冇痛啊，打針就好似俾蟻咬一錘啊，你俾蟻咬過嘛？你覺得蟻咬人痛冇呢？一啲痛。係啦，一啲痛啊！你驚蟻咬啦嘛？我驚佢爬係啊，咁你又冇驚打針㗎？等我哋試試睇下一啲痛冇？冇得食飯啦，就冇得聊啦。冇聊。妹妹啊，你覺得爸爸勁嗎？爸爸打針冇哭嘅喎。你覺得姑姑勁嗎？姑姑打針又冇哭嘅嘛？你覺得妹妹勁嗎？勁嘅人係打針係冇哭嘅喎。妹妹硬勁嘛？妹妹硬勁。你打針哭唔哭呢？你望到爸爸講，哭唔哭呢？有隻蟻仔咬到妹妹啦，哎呀！蟻仔咬除啫嘛，眼痛嗎？唔痛啦，用妹妹快脆哦，立即冇哭話妹妹嘛，太強大了，妹妹。哇，妹妹好勁啊！太厲害了！我們打完針出來了，哇，吉吉比剛剛太難忽悠了，但是吉吉打針，他很快就不哭了，大概只有2-3秒，他就不哭了，好厲害哦！我們在外面等一下，沒什麼問題的話就 OK 了。一講假話就打雪筆啊，真啊假噶？真啊！真的嗎？好一啲啲。好一啲啲。OK。